同款是伫高雄这莲池潭风景区边仔的儿童公园呢，有一个用三只电仔囝的故事所起的这个迷宫。嘛，因为这造型呢，哪像是蒙阿布，所以地方呢是愈看愈碍脚。高雄市议员要求赶紧来改善，也那观光局是表示讲，上紧11月就会动工来调整伊的造型。 草厝啊、茶厝、庄仔厝，伫咧高雄莲池潭边仔的儿童公园，有一档用三只猪仔故事起的迷宫。因为儿童公园所在看树木多，市府利用囡仔古来打造迷宫，要增加囡仔佚佗面。不过详细看迷宫内底三间厝，配上弯翘造型的围墙啊，远远看过去都亲像蒙啊共款，互民众愈看愈碍叫。晚上开过去可能会比较恐怖一点啊，早上还可以。 对啊，会不会希望说改掉？毕竟这边好像是儿童公园。希望啊，因为本身有个小孩子，改掉比较好。啊，伊较后辈，人60、70岁、70、80岁会安尼想啦。啊，不过即马少年仔袂感觉安尼是安尼遐伊啊，即马社会咧进步啦，袂感觉讲安尼造型怪怪啦。咱嘛是有一个艺术伫啊。 看用什么角度甲看啦？有人认为爱用平常心来看待，不过嘛有人感觉拍积水，望紧来改善。高雄市议员陈美娟14就伫议会提出质询讲，迷宫起好无偌久，就定拄接到民众点情。迄时阵观光局因为有工程报告问题，无法度随改。现在报告期过啊，要求观光局要个时间定出来。因为很像这个。 不好看，那居民认为一出门就看到这个，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局长，这个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处理掉？目前已经在10月已经上网招标公告，所以我们希望是说11月就可以来开工，然后把这个形状修整的比较现代一点。观光局表示会针对3间厝的造型来做调整，上紧11月会当动工，到时会当给地方一个看算拢舒适的空间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